現年77歲，有3級片天王之稱嘅資深演員曹查理，自上年因健康問題宣布退休後，近況一直備受關注。近日，黃一山喺廣州街頭巧遇曹查理，仲拍低佢最新狀態。片段可見，曹查理精神絕片，面色紅潤，眼神有神，一掃早前消瘦嘅模樣，令影迷放下心頭大石。當日，曹查理身穿白色衫配深色長褲，身形比今年4月時明顯回復健康，腰板挺直，舉手投足間盡顯瀟灑。佢同黃一山談笑風生，反應敏捷，顯示身體同精神狀態都非常理想。曹查理上年因半身麻痹入院，險死還生後宣布退休，並定居東莞樟木頭。佢透露以每月1300蚊人民幣租住一個380尺單位，形容環境好靚。佢亦講到過去因炒賣恒指及窩輪，一夜之間輸晒千萬身家，如今只能動用剩餘嘅儲蓄。雖然人生經歷咗大起大落，但佢表示冇太多遺憾，唯一可惜係冇仔女。不過佢豁達面對，認為係上天注定。如今見到曹查理精神奕奕，享受退休生活，對影迷而言絕對係最安慰嘅消息。